一个清气光莹莹的所在。更深夜静，隔壁厅的人客拢走了了，剩一个老伙仔坐伫哩树叶甲电火遮落来的暗影内，日时街仔路阴蓬蓬，日暝阴夜冻落水，老伙仔爱坐甲晚晚晚，臭鱼人摸臭鱼人，暗暝恬静伊感受会着。店内迄两个服务生看老伙仔茫茫啊，好客是好客，若啉过头钱无付，无张持就互伊选去，因看真张持。顶礼拜伊险险自杀成功，某一个服务生讲：“为啥？伊想袂开，为啥代？无啥代啦。你哪会知无啥代？伊做有诶啦。”服务生做伙坐伫咖啡厅门喙碗墙迄块桌，看着装白桌仔空落落，独独迄个老伙仔坐伫哩风热热扇动诶树影内，少女甲阿伯哥过路摇，路顶烧着暗领黄灯仔河头，少女头毋知牵咧着行。哎哟，这箍毋惊宪兵来掠啊！某一个服务生讲，挨着较惨死啦！伊上好紧选，袂去互掠去，五真正前宪兵拄走诶。暗影中的老伙仔握玻璃杯去顾猪仔，较少年的迄个服务生惊我，你要按声？老伙仔甲叫，搁一杯布兰迪。伊讲：“哎呀，你会掠土啊啦！”服务生讲：“老伙仔甲认。”服务生随选，这个坐透眠啦。伊甲同事讲：“我起爱困啊，我毋捌伫3点钟前上眠床过。顶礼拜伊为啥物无自杀成功啊？”服务生按酒柜桌仔摕一罐布兰迪掺新的猪仔出来，放到老伙仔的桌仔边，伊先食猪仔，随后甲玻璃杯内面的布兰迪添好猪。你顶礼拜应该死死会较对啦。伊对臭鱼人老伙仔讲，老伙仔用枕头比，较济咧啦。老伙仔讲，服务生听甲布兰迪溢出来，顺杯仔的耳流去你顶头迄块猪仔。多谢。老伙仔讲。服务生甲干仔摕转去囥，参同事坐做伙。